在初1分、中1分、小1分，在无量的以来，以是三顶心报谢，搁较舒适，搁较舒适。因为咱知影财、物、德、与本，这个色心、环境、物质，拢需要财重用。但是咱这个性，非财所能比。咱这个性都要有功德。那么功德对啦，就像讲功德伊的定义就是为人解释，行功了完。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咱让由自心内底自性的流露，无怨无悔，认真一致。那么这过程中，咱的自性中对自己的自心就建立了一个功德基础。所以讲，若有人文处经典，信心不坚，这个胜过初1分、中1分、甲小1分。以上三顶心报信搁较舒适，因为咱一分妙义会当得到亲信不疑，咱的信心坚固。所以这个人所得的福报是圣者以心所报信的这个福报。那么主要是心的报信，重点就是要当顺己来利人，顺己利人，不是顺己利己。就是讲，咱会当提前家己，然后咱来，这是菩萨的一种修养。但是，亲像咱过去有一位业主甲咱过去三国春秋时代孔子呢，在表演书写演变的一个业主。那么伊经因呢，为着要推广这个人道，推广这种福德呢。伊是在做甲无顶放纵，利天下为主。迄无顶就是讲，伊用心用咱这头壳迄无拢头无拢太了了，费尽心机，用尽心力。那么众生是费尽心机，用尽心力，是为着讲我会当讲赚较济钱，我会当来遐有钱。但是咱圣者菩萨的心是费尽心机，用尽心力，就是要做甲伊的众生。伊为着要用心来广泛网络，所以用脑咱咧听讲头毛咱较重要。所以咱真修到时到尾，徛下愈来愈长嘛，这表示讲真正是用心，表示讲咱真正有智。咱人若用脑，真正有久这头毛袂大。所以或许较无力用脑，所以头毛较直。所以因为咱过去圣人就是因为为着要利益天下一切众生。伊无顶放纵，迄个脚到处为着要宣扬真理，到处去讲个事。咱知影在过去春秋时代，就是咱政府要来台南坐飞机、坐火车、开车，较早拢坐11号的，你敢知？就是2支脚11号，到处。所以伊到处去结缘，为着要甲这个理想推广出去。所以这个脚呢，也甲拢正。那么伊用心，甲伊本身的付出，伊就是要为利天下为主。要使天下的遐有机会，会当来得到真实的利益。但是真侪世间人，伊无了解科技，也就是讲对着真实的发展利益，并无真实的了解。所以人讲，体人一参，便口开得出，甚至做出着残害着咱的这个身体来进行报信。所以你不应该讲这种人呢，譬如讲画画的天赋，有气的天书，有路顶有香，有八回的经典。咱知影过去释迦牟尼佛。曾经报喜做甲以心来祈福，对不对？甚至来挂马来祈愿，甚至在这个《金刚经》内底有讲，当时作为忍辱仙人时阵，被挂里挂在身体。那么伊即嘛是将自己的心做出真实的报喜，但是用心不同，用处不同。
所以咱会当看讲时下做者在家医师，即咱是伫遮讨论过去的高精概念，真是对着方面吼，迄个钙巴是爱彻底互安尼做，伊是说着讲，我即阵是一个真实的受害人，伊已经是一个遁入方面的一个受害者，但是即阵的人去受菩萨戒，若只讲受菩萨戒，可能爱建立遮去，但是吼，即个人就是较爱水，是讲惊人讲安尼甲指指点点，所以拢请你唱。手请到遮一把，为啥无去请头壳？如果若是分头叫你请头壳，你敢无？请头壳地下，你要倒转来，你厝里你过生活，你若厝可能做一人会互你责备。但是咱过去圣人修行的大行者，因的用心甲咱用心已经无上，伊从咱的作为来说。伊第一个表明心意的即个当中，第一句讲为求作福，不义务，对无？咱即阵的人是为求作福，不爱求义务，就是讲我将来希望咱成道，会当成佛、成菩萨，但是我嘛是希望会当作用江山，享受有尽，你想敢有可能？咱的心要愈重，表示咱的自信。人过去圣人是甲即个心着真有咧放下，所以伊的心情会当平息。但是即摆人是为着生活而生活，足侪人是因为即叫做错解而已，错解。所以咱的修行一定要了解，即个真实义是你讲啥物？释迦牟尼佛当时被观音发来身体，伊是为着要度人。伊就为着要度这个占卜的观念，所以伊牺牲着伊这个色身法体。那么这个色身法体是众生所爱，但是佛菩萨认为这是插不来，拄啊两者变成相应。所以伊被观音发来身体迄个当下，伊来感动观音，然后来做佢参拜。安尼，你看世尊，伊用着牺牲自己的这个色身。来互观音安尼尽力侮辱，但是伊却是咱度化的一种度化的众生。所以观音做甲伊是一个真残酷的果，伊杀人不转眼，伊讲杀人如同头淡定安尼即种的心态。但是伊世尊迄种的即个忍辱刚强所以当下向世尊来参拜，甚至连世尊讲。我安尼甲你剁骹，甲你剁手，甲你挂耳仔，甲你挂鼻仔，甲你开目睭，你会分乱嘞，会艰苦嘞。佮甲讲你过迄是假，你毋是要入我真诶，我诶真诶过袂着。地位是安尼解释。我不但无问你，甚至未来我若成佛，第一个去度你。咱今日生活，咱去体会。人性本身，伊咧修持迄种心境，迄种生活的快乐，迄种度量，迄种意愿，咱来去体会印证咱家己的心，咱就感觉讲非常欠。所以了看在佛道、成佛、正道的第一个例子是啥物人？乔成祖，骄兵真将，伊就是世尊第一个所度的例子。那么骄兵就是贵人。观音真实，所以这是一个。所以因此讲，咱对佛言，咱若无了解呢，可能咱会错解性，然后一字之差，偏偏自变。因此，咱这个修行就是一定要有啥正信、健康的信仰、健康的信仰。拄则咱讲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。一真一切真，咱的心若真，随假会真；咱的心若假，随真会假。所以咱在老母的性格是在乎咱这个心，毋是在乎咱这个心。咱各位一个咱这个所在，也毋是在乎你的自信，是在乎咱这个心而已。所以一真一切真。因此呢，
修道是这种，是咱讲一个理念变成建立。咱若这个理念建立了正确，咱未来修的这条路，咱就袂偏错。咱的理念若无正确，就亲像对只讲的，不该互你体力一差，手抬不出，甚至做出灾害，这个霸骗，就是讲安尼就是你修炼，安尼就是你布施，安尼就是你用分。咱来想看卖，过去的诸佛菩萨敢有讲，你要修炼吼，你来做法就是有无？并无安尼一件法事。而且，咱这个师父人讲的，以咱中国的孝道来讲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亲自归乡，孝之始。这个身躯就是地母互咱。哦，咱中国上注重就是孝，德先孝为先。如果咱以往去错解这个性，而咱知影身躯，咱家己艰苦，地母会来相信，安尼你就已经违反了孝这个点。那么有了这个决心，咱要安怎？咱来以身行道，会当来用力去行事，以言父母孝之将来。也就是讲，父母互咱这个身躯，上天互咱这点的灵性，毋是干那对咱讲食饱不饱食安尼过一生，毋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咱了解大乘义了，咱知影讲，咱来好好啊利用咱即阵的这个生命，好好利用咱即阵的这个时间，哦，在静海之中，会当时常反观自己。所以咱看的圣人，成立了，咱负责做慈悲，伊去到学堂的时阵，伊会听你一句，伊就讲，咱遮个圣人吼，遮有咱挂一百道，啊，问看讲，咱要挂啥物道较好啊？啊，咱或是想讲，既然负责人你提起，伊有伊的作用，所以较请负责慈悲。负责讲人道吼，伊会晓会啊，但是吼，会当挂两字叫做善道。所以咱若去看着个公共站，咱用一开始看着迄两字善道，就是咱负责人慈悲讲，迄两字来咱挂伫个面上。那么善道就是咱修行人上界爱去注意一个修道的功夫，爱谨慎独处的时阵。咱在外口咱拢袂去做歹，咱拢袂去违反这个规矩。但是在对师父咱法师在私下独处的时阵，咱的心对对。咱若无透过着大乘这种的法门来关照自己，咱有当时从心甲放出来。所以咱过去这个就是讲，修道一定爱修心。那么修心呢，一定爱了解自己。所以，若有人文处经典，信心不灭，那么地方胜利。咱来当文处做，咱不在乎咱好听还是啥，咱在乎是咱心是即份的心。成道毋是有钱人在做，毋是你有皇位、有权势人在做。成道是一个人，伊真心体证不离，由始至终不曾改变伊的意思。会当遵照规律而做，所以咱着做感觉是，若已经迄个比赛着做毋捌字，但是毋捌字的一个真他人，伊确实会当继承禅宗的技能来做事。咱敢有去思考，为什么伊有法度安尼做？伊先安做起来，所以着做决定讲，诸不苗栗，非观文字。文字只是一个工具，环境只是一个景象。借着文字甲环境，是咧互咱来精进。但是在精进的实体上过程当中，咱一定爱用自心去体证。咱的心自咱家己去行。所以呢，好好思想、修持、学诵、为人解说。拄则你讲有人布施，有即种的行为，三种是布施方面，那么不如会当来文处经典，信息不变。那么即阵师父甲咱讲，何况我有人会当书写、修持、读诵、
解说。那么这是自觉、自他、大乘法义之现象。这也是一个菩萨伊的一个本位，伊是一个本法。所以呢，书写是其所为人解说，所以来讲，咱人做每件代志，爱诚实，爱有信念。不甲咱讲，咱修行学道第一点，就爱有正信。咱人若信，咱就会管。因为你知影安尼做是对的，你知影安尼做是对的。咱若有关，就去做，就去行。咱无行，咱的心甲迄个点就产生了呼应，叫做印象。所以过去的圣贤如此，现在圣贤如此。虽然讲书写是其所理解出来，这个功德佫胜过如此经典信典，佫胜过以前无三经师的破事。所以呢，这是自觉甲他的一个大乘法义的之相。所以呢，这个行为先现实来讲，叫做不可思议。伊讲是经有不可思议，不可形容，无边无际。咱会当依处而作，依处而修，依处而行的。那么这种的功德，伊会当依天地来理解。依术是啥意思？也就是讲会当配天地。咱会当去在修持过程当中，依天地来理解。所以这个功德呢，不是咱一般用的数的叫做数量。伊就是简单，毋是用数量甲简单所会当去甲伊讲出来的一种功德，所以佛在讲叫做不可思议。那么不可思议的定义是讲，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思呢是心思，义是口义，不可心思口义。是功德奥妙无穷，但是讲这个功德超乎咱的想象，毋是咱一般世上兄弟姊妹所想这种这个功德。你用意之道呢，会简以为成之体，修以为成，再达化无之边。咱大家讲修心才能自家，修心自家才能成功。再让变成他，这是偌有功夫。你要修心，就爱爱弟弟，爱结婚，咱有弟弟结婚，咱才有为成功。所以呢，前以为成之体，后以为成，再达化无之边。也就是咱经历了后，咱拢知影，知食、知做、知用、知行，咱拢知影就是啥自觉。咱经自觉。自明，那么自觉自明，咱袂使因为安尼就反笑，咱更加爱搁啥，再达化无之用，将咱知影继续搁家照过去圣贤先论，以完成的这个工作继续来成功。所以一个人当到信心不灭，依教奉行，中业当下心讲，是因为。这个经验当中，伊最大的功能，经验最大的功能就是会当互咱理想来证实。理想证实就是离一切相，咱会当来体证着咱的自己的法界了。所以理想证实的这个性是讲咱的发心，因为分三心啦这个性是讲咱的发心，伊的发心呢是本自性体空性。所以伊会当离本质上，伊会当离颜色上，伊会当离心念上。所以佛真强调，甲咱讲，若菩萨因果上、人上、众生上、寿者上，即非菩萨。那么一个真实的修行人呢，爱有这种的基本的功夫，会当理想，再当正常。所以这个理想正常，毋是咱一般言语所及，非一般咱言语所能讲去甲批。所以称为叫做不可思议。
所以如来呢，以大乘正算，违反最上乘正算。那么这个大乘正呢，就是你讲菩萨。菩萨呢，伊有处理了六道万象之法。六道者就是布施、施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甲闭门。所以修行之前呢，只有是啥？自修自度。那么自修自度呢，以佛来讲，只有证到啥？证到这个非想非想出现，一定在迄块地里讲，迄就是伊真实的涅槃之地。但是若伊佛来讲，六道是如实，三界是无安。所以佛在经讲法义上，就是鼓励修大乘法门的弟子，会当进一步，搁再来扩大，互咱的心性进一步，搁再来提升。亲像咱参考以上平台，咱来上这个思维班，也目的希望当在咱修道的心境上，借着经义，咱来体证，使咱的心性当搁再来提升。所以佛是为大乘正算，为法最上乘正算。因为大最上乘正算呢，经是为法最上乘心之诸佛菩萨讲，是法出心之修行。那么佛就已经先受到无上的正见正觉，有啥物爱算？那么在经义者所讲，在经过发展路上呢，当时听佛说法的所闻弟子，已经是证到阿罗汉以上，证到菩萨境界。那么阿罗汉甲菩萨呢，离教一直成经验的时阵，本来就是在这当中，叫伊继续爱去精进。所以为大乘正算，为最上乘正算，就是依照最上乘心之诸佛菩萨讲。那么这个诸佛菩萨的诚心呢，就是一个人的修行当中发佛心之修者，发心之修。虽然定时常听咱负责人讲，咱若一定会当从这个初心甲保持，那么将来要成就就困难。因为咱的初心就是基础，现在一件事，你基础若拍有在，你要甲起到偌悬，拢做无问题。一件事若是100层的基础，你甲起100层无问题。那么咱一般人只是拍我就修到自修自度，修成自愿，安就好啊。那么你这个基础拍安尼基础呢，你要成就甲佛菩萨有困难。所以咱在修道的过程，佛就甲咱讲，你会当讲补强，会当讲补强啦。你若以厝来讲呢，一个厝的结构虽然是3人基础，但是会当起4人。那么伊只是会当起4人，会当补强。那么咱修道呢，只为成就到菩萨的境界里面，佛甲咱补强是讲，有菩萨再进一阶以上，就是佛啦，对不对？有大乘人而修，搁进一步是最上乘。最上乘呢就是佛的这种意见，所以呢，这是你甲咱讲发佛心之修行者，但是佛心之本意，虽是一切同源，希望众生家己成佛，但是众生各自发心不同，不能人天心地，只好因缘适合，因依时。所以佛在有时说当中讲了无上经典，也就是安尼本意。但是呢，在真如法性上来讲，法是无高下，是人心自有应他。那么佛为了应众生的机，应着修行的弟子的机，用着罗汉、大乘最上乘的机，所以呢，伊是不同的法门上，亲像伊无规定有关。啥物款的病，你爱食啥物款的药。但是无管这个药好歹，咱的病情的轻重，那么目的就是要从这个病来疗，对不对？